彼属因仔嫁互王叔啊，人讲是用钱买的。王叔啊，摕20万，互因仔害做母。庄内人拢讲王叔啊，用钱买番仔，我真气。学校老师有教过，爱讲原住民叫人番仔是真无礼貌、真野蛮的。叫人番仔的家己才是番仔。彼属拄来阮即班的时，老师阁特别交代，讲原住民是台湾伫艺术上真有成就的民族，叫阮爱护彼属。阁讲阮大宜兰的人，大部分嘛拢是平埔的原住民，古早叫做噶玛兰。阮兜的时大人讲，迄是老师后壁讲的。阮拢是汉人，毋是番仔。我毋知谁讲了较对，毋过彼属是原住民，我煞较爱做原住民。王叔啊，爱啉烧酒，是同庄拢知的。前仔迄个某就是去伊啉烧酒，尾也听讲甲坤仔因阿爸有关系，甲王叔啊离婚走去的，交搭两个也结死冤，无讲话。娶即个某了后，工课悠然放互彼属甲因姨仔，无论田里还是厝里。本地我听人讲，原住民兴烧酒、面单、兼揽烂，看起来煞倒摆。有一个礼拜日，我功课写了，阿爸嫌我牵牛去圳口过夜，想着王叔的田就伫向东，阁行差不多10分钟久尔。即阵彼属应该甲因姨仔伫田里，就甲牛锁仔箍伫狗仔墘的一支旗仔，放伊家己伫遐耍水。有影彼属甲因姨仔伫田里抠皮仔。4月日头也有寡热，三个人拢伫咧啊。我想讲今仔日王叔啊，哪会遐骨力，也会来斗做？惊我看一个真，才知是坤啊。伊会来斗，甲彼属斗做事，毋是啥物意外的代志。凊彩我家己顾读册，无较早想着爱来斗相共。坤仔讲因阿爸对王叔啊感觉歹势，无反对伊来斗骹手，惊影响我的功课，毋敢招我。怀疑伊成绩也无咧介好，加减甲因做寡工课。看王叔啊，会较袂气因老爸袂，嘛较轻互彼属继续读册。我讲若有时间嘛会来斗骹手。迄天我转去到圳沟仔边，煞找无我的牛港。我说我应该有安然箍伫旗仔顶，哪会牛会走去？敢讲互人偷看去？应该是袂啦。自来阮遮风气真好，罕伫听讲有人着贼头。我沿圳沟一直吹落去，下头嘛有牛咧过夜，毋过拢毋是阮兜迄只。我放去牛啊，一声阮互阿爸拍死。若找无牛，我毋敢转去，着去觅伫顶仔内一个互草仔围起来的棚空内，哭互家己听，哭到忝，我着困去啊。敢若知影目睭摕金，着看着坤仔。迄个棚空是我甲伊发现的。阮有藏佚佗物仔伫遮，厝里的人找无我，去坤仔因兜探，就才通找对遮来啊。牛根本无放去，阮阿爸去顺田水，看到牛就甲牵转去，害我毋敢转去厝里。我捌想过，若要叫彼属选，伊较爱甲我斗阵，
抑是困仔，即款问题是无公道的。亲像叫我选看较爱阮老爸抑是老母共款，要安怎选？因两个拢是我生命中真重要的人，我无法度忍受失去其中一个。我嘛无要甲困仔竞争，个人去得到彼此的感情。毋则走标的时，阮会互相相让。比较上，我感觉彼此对我比困仔较好。三个人斗阵的时，伊敢若甲我较有话讲。定定上课的时阵，伊会额头对我笑一下，我感觉面烧烧，精神做一个好起来。你讲这是毋是恋爱？迄是我国中2年尾的时阵，应该是15岁的囡仔，敢知影通甲人恋爱？我捌甲处理讲要去甲王杰啊斗做工课，去互阿爸骂，讲家己处理都咧欠骹手，若要做袂做处理的。阮兜重视教育，大兄大学毕业了后，留伫台北食头路。我是囡仔囝，读有册，才会毋甘互我落田做事，哪有闲工去做别人的工课？休热时，一半摆啊，我会趁牵牛去食草，抑是过热的时阵，出去田里找因，加减斗3工挂。困仔真接气，我想讲王杰啊，一定无遐气困仔，因阿爸甲因做工课嘛真心实，彼此因囡仔比伊较敖唱歌，无论偌艰苦的膝头，因拢哪做哪唱歌，敢若世间无啥通烦恼的。无怪困仔遐醒来做袂善，警察我拢随互人叫转去。